跳跳又来了，28人来到台北市浏阳呢。一来到现场，就看到一群小朋友坐到天台上相互化妆打扮，拿灯同花领马，东山忙贴练舞，希望做啲点出更加好看的表演俾大家来欣赏。节目当中还有一群小朋友当发跳又当灯影下，为俾大家带来轻柔快乐的舞蹈哦。接下来就看下来看啦，佢也都要带来嘅精彩表演。第一组係台灣國小嘅小朋友帶來一定要快啲嘅哈卡舞蹈表演，跳拿項帶定花布跳機，大家做定同樣要講嘅神父，係咪當得認識啊？舞蹈 ，Go Go Go！ 方向看哪里？好，那个谁，娜娜，你再往后退一点。OK， 好，来接下去走。我们新韵舞蹈剧团在2004年在新北市政府成立了，到现在已经大概11年了。对，那目前我们也从事很多就是有关国际艺术交流的工作。那我们最主要是推动就台湾在地的文化，对，包括我们客家文化。那我们在我们团里面大概有1/3的孩子都是客家的子弟。那只是我们在这个变迁状况，有很多孩子其实已经不太知道怎么去表现那个客家的文化部分，所以我们在舞团里面，我们有特别做有关客家的戏剧的部分，儿童舞剧的方式，让他们能够透过这个舞蹈可以去认识客家的文化。
所以我就开始有很多的从音乐。第一个从音乐，因为在客家的舞蹈里面，我找了很多，其实在文献上是非常非常的少，它音乐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客家的就是传承上面，所以我从客家的音乐开始去琢磨，然后开始从生活上去找到就是有关肢体的元素，所以我们在编创的时候就运用了很多这样的生活的情境跟意境，然后做创作的。夜花恋其实我们的创作原始就是从童话开始，就是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台湾其实就是我们做童话的创作，不管是在音乐或者是舞蹈上面有很多。那一样我们就在这个童话的一个小孩子嘛，比较常常到各个地方去赏花，可以感受到，所以我们从这个在欣赏这个童话的一个元素里面去做这一支舞的创作，所以小朋友你会看到他们在表演的历程里面，他们会想象，自己又回到。我们有加了一点，就是过去有农村的那种感觉，所以也不会只是单纯的很现代的生活，所以他们会有那种婀娜多姿的表现啊，那也会有走在那个道路上呢，以前的人啊，可能我们戴着斗笠啊，走在那上面，可能但是这方面的创作会变得比较新颖一点，比较创作一点，不会就是太过于以前那种就是困苦的那种生活，因为小女孩基本上要去感受这个部分是比较难的。那我们也透过这样子，我想我们假设我在过去，我回到我的那个古时候的那个想法里面，我觉得我是小女孩，我也想要动一动啊，玩一玩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让孩子们用这样的年龄去做这样的创作。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他就在上课的时候讲笑话，然后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所以拉筋的时候就都不太痛了。然后还有一次特殊的表演经验，就是我们在电子花车这样跳舞。那个电子花车其实很特别，就是其实我们是接的那个观音乡公所的一个元宵节的活动，可是没想到我们看到的场地竟然是一个电子花车，是最传统的那种电子花车。那我们有6个孩子要在上面跳，而且还要侧翻，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很棒，因为我跟他们说，当要翻的时候，全部侧到最旁边去，然后翻完再侧回来。但是那个活动我们也受到很大的就是回响，因为通常电子花车应该都是大家在上面唱歌啊之类，但是很难得有6个孩子在上面可以跳，就是灯笼舞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而且也是一种突破。所以现在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对于各个场地的演出，他们其实已经不再受限。当个欣赏老学生的之间神奇的故事过后，下面同学交翻来看啦，佢也都帶來嘅精彩內容咯。寫拍嘅散步，還有童話臉嘛，係咪有一種看童話嘅氣氛啊？你老爱两本风书看书，穷又穷。
下地拉开梦中，承担黑色风风，如同发般云过你。I can show you more.